伫咧5月15、16这2天，就要举行国中教育会考。照英国惯例，伫考试前1天会开放考场，予考生入去看。偏偏最近国内疫情真紧张，教育部也用上界严格防疫措施，希望甲疫情风险降到上低。开放看考试场的时间到啊，学生陆续进入校园，要来看场地。入口的所在，除了量体温、酒精消毒以外，校方也特别控制看考试场的学生人数。我们在先前有开过我们的防疫事务会议，那我们在那个会议其实都会要求国中端进行时间的分流，然后借此来错开人员的一个交织，减低相关的一些疫情的产生，等于是让他们有点各个校稍微协调一下，前后进校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这阵台湾本土疫情较紧张，各地方也拢提悬警觉，不过天气较烧热，嘉义县长洪忠良呼吁，喙暗嘛是爱挂好势。那在这边当然防疫期间会比较不辛苦，那天气这么热，那戴个口罩，我们希望大家多忍耐，能够让这个会考顺利的举行。教育部嘛提悬防疫规格，特别加强3部分的措施。第一个，我们会增加考场内设置酒精跟干洗手等防疫这些用品的一个定点的数量。好，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来增加清洁我们市场内的洗手台，还有我们的厕所，这些环境卫生的一个消毒的频率，这个我们也会来提高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再来第3个部分呢，我们也会来加派一些工作人员到场巡视啦。今年计共有20多万名考生参加国中教育会考，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无开放备考，而且爱配合量体温、全程挂喙暗。学校也针对考试场的进出动线进行管制，避免人潮聚集。学生若出现发烧，也会有第2类的备用考试场会当来考试。记者林伟霆、杨淑晴、林秀凯综合报道。